間好似一條長河，每個人嘅心裏面都有講唔完嘅百轉千回，冇人會知道呢啲飄走嘅紙船，佢載住嘅願望會唔會實現？我有時忍唔住好奇，好想知道你每年元宵節放嘅紙船載嘅願望係乜嘢？我細個嘅時候，有一年元宵節放紙船，我一時高興，就沿住鄉下條小溪追住紙船走，點知走遠咗，搵唔到路返屋企。我個心驚到跳咗出嚟，後來阿爹揾到我，佢孭住我穿過黑暗嘅樹林，經過啲田園小徑。當我離遠見到我屋企裏面發出嘅燈光，阿娘好心急咁喺門口度等我，我跑過去攬住阿娘，我個心不停咁講對唔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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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件事我一世都唔會忘記。自細，我個心就許咗個美好嘅願望，我想要嘅就係家庭嘅溫暖。知唔知啊？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呢，我真係希望可以翻返去7年前，我哋第一次出遠門。嗰朝早喺廣州火車站。你話要帶我上火車，去一笪好遠好遠嘅地方。若然我對你真係好多好多嘅歉意，只係好難開口同你講對唔住。呢7年嚟，我一直重複咁許住同一個願望，但係呢3個簡單嘅字，我要用7年嘅時間，先有勇氣嚟同你講。悠然，如果再有一次選擇嘅機會，你會唔會帶我走啊？對唔住，秀東，我已經唔係最初一心想認真去愛你嘅沈悠然，翻唔到去以前，錯過咗，永遠都唔會再翻嚟。阿哥啊，哥，狗仔佢嚟咗啊！咩事啊？佢話四牛出咗事啊！四牛佢難產啊！我而家即刻要翻深泉小鄉，要等多陣啊，狗仔！喂，快啲啊！趕唔切啦！